最令人反感嘅呢，就係梁振英不單喺答問大會上邊呢，同佢嗰啲盟友挑機譴責佔中犯法，仲要事後呢就話呢個議會冇尊嚴。其實冇尊嚴嘅係成個香港特區政府，唔單止議會。我哋有一個僭建犯法嘅特首，而家仲未上法庭。件事而家佢仲可以逍遙法外，竟然走嚟去譴責一件未發生嘅公民抗命佔中。我哋會問：如果個政改仍然係用北京嗰套方法去做嘅時候，我哋可唔可以趕走呢啲犯法仍然逍遙法外嘅特首？我哋可唔可以趕得走嗰啲有利益衝突，但係就陳茂波同梁振英兩個自己閂埋門去做所謂申報利益就過晒關，完全冇得俾市民監察嘅政府？今日主席趕走梁國雄，其實只係小菜一碟，只係成個大環境咁惡劣嘅大氣候裏邊其中嘅一個小小嘅行為。當然，主席佢有責任去維持議會嗰個順利運作，但係佢亦都有責任喺當場嘅時候，既然梁國雄已經係被保安攬住，正如主席頭先講，已經被攬住，做唔到違規行為，其實佢係有足夠嘅時間去再俾警告。如果長毛係唔肯就範嘅話，佢然後先正請佢離開會議廳，係更加令人信服。但係好不幸呢，主席其實當刻嘅時候電光火石冇處理得好，但係及後亦都冇喺會議廳度詳細去解釋，就要維持個裁決。呢個呢係不能夠令人信服。但係立法會裏邊呢啲衝擊議會規則嘅，只係一個大環境，一個不經民意認受嘅政府強權之下嘅一個回應。所以我請梁振英，佢唔好淨係走嚟譴責衝擊議事規則嘅議員，因為佢自己亦都有好多違規嘅行為係完全未處理，而家仍然係逍遙法外。